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劇啦。今日帶大家嚟到朗天峰咧，率先咧同你哋大家參觀一下佢嘅住客會所。咁佢哋嘅園林位置咧就大約有5萬平方尺啦，咁亦都設有4個燒烤場啦、兒童樂園同埋狗嘅公園，仲有一個戶外嘅跑步徑。咁我哋今日咧先睇室內嘅空間，咁同大家四圍行一行，參觀一下呢度嘅室內空間。咁我哋率先去參觀呢係一個宴會廳嚟嘅，獨立一個包間啦。然後我哋去到左手邊另一部分啦，會有一個共享空間。咁接住嚟呢，我哋行緊入去呢，會先入到一個瑜伽室啦。經過咗瑜伽室之後呢，左手面就係我哋個重頭戲啦，就係呢個盤嘅賣點啦，24小時全免費嘅健身室。咁佢空間都好大，咁同埋佢照顧到好多做 gym 嘅人士啦，有操唔同部位嘅器材啦。然後行過一個房呢，咁就係一個兒童嘅小天地啦。佢哋就鋪晒軟墊，咁呢個呢，就係音樂房啦，就係俾你哋練琴啊、學琴嘅。咁呢個呢，就 K 房再加打機房啦，一個獨立嘅空間。咁呢兩間房咧可以獨立分開租，亦都可以一次過一齊租嘅，因為佢哋咧呢間房咧係有對門可以打翻開，啱啱 K 房同埋遊戲空間嘅。咁如果咧有啲小朋友咧想喺呢度搞生日啊，或者你有啲小型 party 可以喺度開咧，咁絕對係歡迎嘅，因為佢呢個門咧打開之後咧，出邊係連接一個兒童嘅遊樂場。另外去到麻雀房嘅位置啦，中意決戰4方城嘅朋友咧就可以約啲3、5知己過嚟打下麻雀。上邊個位置咧就係戶外泳池啦，咁戶外泳池有男女桑拿室啦，亦都一啲更衣間啦，咁連接出去咧就係行翻出去戶外泳池嘅位置啦。咁呢個泳池咧有25米長嘅泳池，內部嘅設施咧我哋都睇得七七八八啦。咁嚟緊我哋咧睇睇附近咧有啲咩巴士站啦，亦都咧附近有啲咩商店。咁朗天峰正門口咧已經有一個巴士站㗎啦，咁對面亦有設有巴士站啦。咁尖頭仲有過海巴士嘅，樓下亦都有70Up同埋維康解決基本需要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